今集等我哋嚟睇下呢一隻116710LN。呢隻116710LN係屬於 GMT Master 2嘅系列，係從舊款16710升級而成嘅。主要有幾個改動，包括咗轉換咗陶瓷標圈，配備咗勞力士嘅藍游絲3186機芯，改用咗 Trip Lock 標冠，配上咗中間令面嘅金屬鏈帶，標圈嘅數字同標面嘅時標用咗夜光塗料。另外 GMT 指針亦都改為咗綠色，令到標嘅外觀睇起嚟更加型格出眾。呢款116710因為外形同 Submariner 不相伯仲，又多咗 GMT 功能，喺市面上非常受歡迎。而你而家見到嘅呢一隻116710LN 最特別之處就係標面下方 GMT Master 2嘅字樣，羅馬數字2嘅字形係冇腳嘅，因為形狀似雙筷子，所以就被稱為筷子面。筷子面只出現過喺 V 字頭嘅期數上面，出產嘅年期大約只有1年，20隻當中只有1隻係筷子面，而且 GMT Master 配搭6針嘅設計，亦都已經宣布停產，令到呢一隻6針筷子面嘅116710LN 更加罕有。